这网仔阵是世界上有危害的外来种之一。台南应用区台内参社区结合，把这网仔阵收咧，也个含这个回收的纸料，人做伙拍好嘴，落尾是变做文创商品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路边的网仔亭拖甲规世界，一透早老师参学生去烤草，因要甲这项食物摕来社区做教材，先加到甲网仔亭的叶啊、甲根加落来，再来甲倒入去果汁机内底拍好脆，再甲纤维甲纸浆染做伙，拍完了后拍好干，就会使摕来做定具。拢是做实的嘛吼，啊就是去远哩哦，拢足济啊。 敢若嘛烤袂完啊，烤完就搁生，烤完搁生。因会当把这个无路用的小花曼泽兰，来做一个创意的开发。然后我嘛发觉讲，原来大自然大自然内底植物拢是有伊的用处的。主办单位指出，网仔亭一工会使拖出去24公分，主要是会选伫咧食物顶悬，和食物活动进行光合作用，甚至搁严重缩小到青叶仔的生活所在，因此甲网仔亭的危害甲当做有利的物件。应用科技大学的师生除了去社区了解外来种的严重性，同时嘛结合饮食观念，带时代甲外来种变做艺品。若是去外地看的时阵，伫山顶也是迄种较无人咧工作的田的话，嘛是拢有。一方面是为着要推广这个外来种，互大家知，然后希望会使以后若是有社区的居民，若是看到的话，会使顺手甲办落来。目前全台19个县市拢有出现网仔亭，安怎清就清袂了。这个学校参社区结合，透过因的创意，互无路用的物件找到新的出路，互更较侪人注重这个议题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